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民，这是公司第一台台湾新眼界第2摆，伫咧户外开讲吼。顶一回咱伫咧婚林，今日咱来到这个港都高雄啦，非常欢喜啦吼！观众朋友，现场的咱家己拍一下，感谢大家。是啦，来到高雄，咱就讲吼，这个市长陈其迈上任100外天以来吼，咱嘛看讲到底高雄是毋是变较好？尤其对着这个青年哈，青年朋友因的这个成绩，也是讲吼就业的这个工课环境会当提升吼，是咱今日要讨论的一个大重点啦吼。今日咱嘛感谢讲4位来宾拢来到现场，首先咱就来介绍咱现场的4位来宾。第一位咱要来介绍是咱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张依丽。依丽你好，是主持人，跟3位来宾，跟咱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哦，非常真正恭喜啦！打结婚尔嘛，代表讲吼，伫高雄爱来定金吼，这嘛是代表咱青年局一个真好一个未来一个发展。第二，咱要邀请到是中华青年公共事务创意协会理事长曾伟杰，伟杰你好。主持人、3位来宾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第3位，咱要邀请是咱台湾基进组织部主任吴丁，吴丁你好。好，主持人好3位来宾好，各位现场的乡亲、少年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非常感谢。第4位，咱要邀请是宜修大学财务金融管理学系教授李良坚。主持人、3位来宾、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哇，教授你好，感谢。咱国一届，感谢咱所有的来宾，感谢，多谢。是啦，咱要带观众朋友先来看讲吼，其实咱看到这个陈其迈市长上任100外天以来，甲这个前市长吼韩国瑜这个市长，因所过去一寡这个政策表现是安怎？咱先做伙来看。2008年，韩国瑜投入高雄市长选战，甲陈其迈做伙竞争，引起话题。那高雄一直拢互讲是高失业率，要安怎改善，嘛正做2个人的政见。因为这个城市竞争力不够。所以我们有很多北漂跟外漂的青年，他要离开高雄去赚更多的钱。互咱规个高雄欢迎起来，这就是我的责任，做一个拼经济的市长。根据当时韩国瑜竞选官方网站，内容有讲到包括青年100亿创业这政见。那陈其迈伫政见内底是有讲到青年创业投资基金这重点，看出来2个人的重点拢伫青年创业的议题顶悬。除了以青年创业就业做主题，2个人嘛伫其他安怎增加高雄的就业机会这个政策顶头推出家己的政见。高雄过去由于重工业多所以急需要产业转型。那我们会把桥头科学园区加速建制，然后形成台南跟高雄的半导体及高科技走廊，能够吸引年轻人能够返乡工作，那也能够就近照顾自己的长辈。高雄软体园区含金量不够，整个这个生产力1年才170亿，南港1年要1兆多，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整个要统一的去做。就算韩国瑜选调高雄市长，面对罢免的声音，后来陈其迈伫罢免韩国瑜成功了后，搁一摆投入高雄市长的选战，青年就业的议题，一直也是2个人重要的政策。青年是国家的希望，青年有光明的前途，我们的国家就会有光明的前途。假如有机会当选市长那我一定会让我们的青年的一个就业能够改变，像很多的这些大厂投资高雄的机会让高雄跟台南形成科技走廊以及对于这个我们的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无论是做无够2档的韩国瑜，也是后来补选调高雄市长，执政无够150天的陈其迈，伫高雄市长这个位，到底敢有互高雄的青年得到就业机会，值得好好检视。记者综合报道。咱带观众朋友先来看讲吼，这个过去的这个政策到底是安怎来去甲有一寡这个进展。咱先来看讲前市长韩国瑜的这个部分吼。咱看到讲迄当阵是成立这个青年局，负责整合中央甲地方啦吼。另外咱嘛讲吼，这个过去咱阁有一个或者是100亿的这个青年创业基金。另外咧，这个政策是2018年12月这25甲这个6月11啦吼。所以咱看到讲阁有一寡这个北漂的一个返乡的一个政策除了咱讲高雄
市的这个青年局以外咧，其实咱有这劳工局，嘛有这个北漂的这个专业服务台啦吼。啊，韩国瑜就任了后，咱讲有11个拢已经到位啊，甲1成啦吼。啊，其实咱继续来看讲吼，其实单期摆这个部分啦吼，2020年伊竞选的这个策略就是讲吼，一定要改变青年就业的这个问题，要提供吼南北。啊，做一个有个平衡的一个这个措施伫咧，啊嘛鼓励讲这个青年人来去就业。另外咧，咱嘛讲到吼，这个打造南部科技的这个龙头啦吼，啊嘛推动了这个桥仔头这个科学园区等等啦吼。所以上任了后，要有真济这个措施。咱嘛讲吼，这上任了后100外天的这个时间，到底是毋是较好？啊，其实嘛是要好好来检查一下、检视一下。首先，咱就请伊利啦吼来甲咱说明一下。其实咱嘛看到一个趋势，讲哇，这个青年这个部分，15岁至24岁，这个中间可能。个较拍拼的所在，你安怎看咧？是咱拄啊看到咱影片内底吼，其实足侪人拢讲到咱高雄市的产业较少，啊，咱其实高雄市的产业无少啦吼，啊，咱高雄市是产业，我们是咱的产业的方向比较单一。过去吼10几年前，这个中央政府就甲咱高雄当作是这个重工业。重工业的一个重镇，所以咱即马其实是真济这个传统产业，还有一些重工业，其实在高雄是相当发达的。但是高雄我们的服务业就相对的比较弱一点，而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大家普遍是喜欢从事服务业，所以大家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少年人伫高雄真歹找头路。其实迄是针对这个服务业的部分。OK。所以青年局的这个部分，阮第一个。需要做的，就是互咱高雄的少年人会当了解咱高雄的产业，就拄啊影片内底讲的安尼。是了解咱这产业吼，其实过去咱讲重工业为主啦吼，啊有当时少年人真正歹找头路的时阵，你有啥物撇步无？其实少年人歹找头路吼，我感觉是因为伊无了解头路。OK。所以对青年局来讲吼，当然咱现出时有真济咱的劳工局甲社会局，因拢咧对即个头路吼，有一寡无共款的即个管道，互少年人来选择。毋过青年局，阮希望会当向下扎根，超前部署。想怎讲？安怎做？阮提早互少年人，甚至伫高中的时阵，就了解咱高雄市有啥物款的产业，是伊爱有啥物款的这个技能跟技术，会当来符合这样子的产业。然后在这样子的产业，未来他如果从事这样子的产业，他能够有什么样的待遇跟这个薪资？阮一开始互伊伫学生的时阵就了解，是伊若了解了后，伊就选择，伊会想讲，这个产业伫高雄，我会当留伫厝。我需要什么技术，我即马就进来学。所以等伊毕业的时阵，伊的找头路，甲这个产业的对接就会比较完整。是除此之外，我们也希望说年轻人在高雄其实也可以有创业的机会，这个创业。所以青年局，阮过去是以创业为主，即马阮嘛是共款，创业的这个资源，拢是满满的。所以希望讲，咱的少年朋友，不管是贷款还是补助伫青年局，阮拢有真济即个协助的管道安尼。有影自这个高中时代15岁开始就开始好好了解高雄到底有啥物款的这个产业另外嘛讲到这个青年贷款的这个部分，青年局即阵买当甲你塞一个，斗3工一个继续咱搁请教理事长其实咱看到讲过去拢是以重工业为主的这个高雄市啦嘛爱转型，嘛爱转变其实咱讲除了这少年人以外其实过去这传统的这个结构嘛爱豆来改变。你看到高雄啥物问题？其实我看到高雄也是存在真侪机会啦吼。当然，局长卡讲，咱以重工业为主的一个高雄市，确实这是高雄过去一个历史所产生的过程啦。但是以统计的数字来看的话，高雄的服务业的总共达6成啦吼，工业的部分、制造业的部分较3成5尔。所以以数字来看的话，其实高雄也是一个服务业的。所以，咱应该去思考的是，到底是少年人无要愿意留伫家己的故乡，留伫高雄来食头路，来找机会。咱看到的，对人口的数字来看，对2011年开始，就是民国100年开始，到民国108年，咱所有的人口拢是流出去的，无会留下来。所以，伫社会增加率顶悬来看，拢是唔对的。所以你如果没有社会增加率，你更不用去思考后面的自然增加率的问题。所以咱应该要去思考的，未来高雄市政府应该思考的是要安怎互人掠。对数字来看，当有一档是互人有掠的，伫108年韩国瑜的当选的时阵，
其实这应该爱去思考这个观点，是啊，迄时阵有人会厉害，是啊，这个时阵无人会厉害。等到今年，抑个足侪人搬出高雄，搬出高雄去其他的县市，我感觉这是应该要思考的，包括产业、社会结构，规个总共应该规个整体来思考才是对的。就是讲人到底留会掉无，还是讲吸引更较侪人入来吼，这是一大重点吼。这是伟杰理事长互咱的这个部分吼。继续咱搁先到吴丁啦吼，其实咱有看到讲高雄真正有问题嘛是有机会，你看到的机会甲问题是啥物咧？好，我本身来分享一下我家己的经验好啊，因为10年前吼，我为成功大学毕业的时阵，要转来高雄找一个设计头路，其实无好找，无好找啦，对，无好找。啊，落尾嘛是共款，走去台中食一档的头路了后，才有法度找转来高雄遮的头路。啊，共款嘛是设计业安尼。我家己咧看北漂青年，即个是一个现象。啊，现象后壁一定有一定有一个问题嘛。啊，这个问题其实是长期以来国家的结构性的问题，嘛是即个长期以来制度性的问题。啊，是啥物款的问题造成安尼的现状呢？咱会当看到讲100年前吼，你若是要做医生的话，其实高雄是无安尼学校会当来互你读的，你爱走去台北。所以共款伫高雄其实是到即个1980年代，咱才有一个综合大学。所以我会感觉讲，头拄仔迄个局长有讲到一件代志，我感觉真重要，就是咱高雄的教育到底有法度甲咱的产业来做接轨无？我感觉这才是北漂青年这个现象为虾米会产生的一个真重要的问题。啊，我感觉这无法度讲，只是地方政府来推设这个政策，这甲规个中央的政府、规个国家，你是安怎来看待？讲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县市，你爱发展啥物款特色的产业，这拢有真大的关系。毋是讲今仔日有啥物科技业啊，有啥物较大的即个厂商入来的时阵，咱少年家都有头路会当食，这是无法度的。这一定爱是伫教育的时阵，咱就来看讲，进高雄现主是咱的产业，有啥物款的产业是欠缺人才的，咱爱为大学，也是讲为高中开始来培养，这是我家己感觉讲，这无法度伫1档2档就会当来解决的代志，这是10档20档的代志。长久以来，咱讲吼，这个结构性的这个问题吼，就是讲过去伫咧科技啊，在咧读册的时阵吼，有真侪这个科技的大学啊，嘛有一般的这个大学啊，就是讲这个产业甲这个学校安怎去配合吼，这是非常重要。啊，其实咱今嘛有请教到这个教授啦吼，咱教授可能嘛是针对这个教育的所在，会当好好来甲咱补充一个高雄规个这个整体问题吼，做一个通盘来检视。咱高雄市即马有18间的大学啦吼，当然这大学所设立的科系，当然有科技工业啦、管理、佮休闲，就是佮餐饮科系这种最近吼需求较侪一点嘛。但是高雄市的问题应该是，就是讲咱的产业结构没办法与时俱进啦。就是讲我们产业结构一直拢是较传统的产业，更地旧化为主，螺丝啦吼。啊，但是新兴的科技的行业内底，咱的这个增加的速度有较慢一点嘛。第二个就是讲，咱这个科技内底的服务业，因为科技嘛有一寡服务业要去甲协作啊，这方面的产生的这个工作机会较少。第三就是咱的商业，咱的商业含台北市、含台中市、含新北市比起来，咱相对是咧差较济。为什么？迄咱拢做较是较 low end 的，就是讲较低薪的迄个工课。咱高雄市较需要是较高薪啦、高附加价值的种的工课吼，较是咱少年人需要。因为少年人，你看你即马你读大学内底读毕业，你读管理的，你要坐办公桌啊，你要做餐饮的，你是毋是像工厂内底做乌手的，还是咧做工业制造的部分，无共款。因为即马工作观念已经咧改变啦，啊改变了，即个少年人毕业了，我这大学毕业了，我所学习的即个工作的技能啦吼，含这社会需求，我都无法度去配合。所以只好去往中北市内底去发展。所以我是感觉讲，高雄市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讲，咱的产业结构当然要去转型、要升级。但是这讲简单做了时间啦，无真正无遐简单啦。就是讲，像行各类市长来做市长了后，阮伫咧108年的时阵，阮伫7月份，咱的合法产业园区，所有的招商拢好啊。但是招商是回事啊，伊要建厂，伊要动工。要开始营运，迄个一段时间嘛，所以这较高技的高薪的这工课哦，慢慢较我都去增加啦。包括即马桥科、我林武商业园区，那嘛是预登记的。但是只要厂商真正要动工兴建啊，创造就业机会，这个部分会有一点时间的这个落差。第二个就是讲，咱的服务业要哪来转型？那咱服务业嘛，在提升呢，
袂使规工拢趁迄2万几箍的迄行业啊。咱高雄市来讲，咱有其实吼，迄薪水较低的，啥物餐饮业是，过来幼教业哦，迄种其实咧薪水拢无啥悬，但是这么比例足悬的啊，所以韩市长来了，伊就开始设青年局，是桃园市有设第一个青年局，第二个青年局就是伫高雄市来设，啊，当中想的办法是安怎？就是来创造伊创业的机会，所以我去要筹措这100亿的创业基金啦。哦，就是即马青年局咱张局长来这会开用的。过来就是讲，伊若要创业，你若好的方案来，我上济再开补助，甲你投资500万。过来就是讲，你若毋是要甲你投资的，啊无你去借，你若去甲我高雄银行来做清创贷款，利息我甲你补助，哦，鼓励咱的这个清创的部分。啊，第二我头讲，创业一回事，过来是就业就是讲供给跟需求没办法媒合在一起，这个都是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大学内底嘛是按工业界爱多多合作，尤其这产学合作。我知道那个青年节在上这个实习计划，这嘛介重要。就是我少年人来知影讲，这个公司、这个企业内底咧做的内容是安怎，伊未来发展性是安怎，啊无大家想咧讲，我毕业了，我就想要去台北去打拼，感觉未来发展性较悬。所以咱城市内底的地理的规定内底，怎么让这城市的竞争力能够提升，让这些年轻人觉得说，伫高雄发展未来是有这个的机会，这才是咱重点。有影啦吼，除了咱讲吼，熟悉产业啊，产业结构嘛要豆来改变吼，就是咱嘛讲吼，真侪学生囡仔有真侪想法啦吼，到底因的想法是啥吼？咱先邀请到现场的来宾啦吼，这边有无？还是这边？咱先举手一下。我是56年次哦，国立政治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哦。法律系毕业的吼。我是2007年到高雄。但我真的住在高雄是在2015年。我觉得高雄第一个烂在哪里？烂在百姓没有素质，骑摩托车逆向还骂你。第二个脏在哪里？空气脏。好，其实咱嘛有表达到这个意见吼，就是讲这个高雄其实也有真济，咱讲改进的这个空间伫咧吼。咱现场阁有其他好朋友要来做开讲无？好，咱。过来先邀请到这位同学。你好，我是即马伫中山大学读研究所的学生，我叫宇文。啊，我分享我家己的经验，因为我嘛是伫台北读大学，啊，毋过我有足侪台北读大学时阵的同学，因是高雄人，啊，毋过因毕业了后拢留伫咧台北做工课。因甲我分享的主要的问题，就是讲。第一个就是同款的头路，伫高雄的薪水一定是比台北搁较低，这就是因选择留伫台北的上主要的原因。第二个是因为讲这产业，因为我家己是读社会科的，啊，毋过咱嘛知影高雄拢主要拢是工业为主嘛，所以我有足侪朋友因是读商业，还是读设计，还是讲就是讲社区的，还是讲社会相关的。行业的头路，因拢较主要拢是留伫咧中北部，就是因伫咧高雄可能找无即款的行业，所以我是在想讲，拄则拢有讲到讲会当提出创业基金，啊，毋过对于即种较少的产业，敢有可能会去扶持因的发展？是，有影啦吼，这是咱这个来宾所要建议的啦，还是讲要请教的，咱先请教。伊哩局长好啦吼，就是讲吼，真侪少年人有影想要定居伫咧高雄，但是相关比如讲社会人文的这个学科啦吼，其实因要找这个头路嘛真正歹找，亲像头拄吴丁讲的，伊10当前要去找头路，都真正歹找啊，你安怎看咧？其实吼，我读的这个科系甲吴丁是共款的，我拢读设计，啊，这个我是读工业设计，我两个拢是啦吼。啊，这工业设计伫高雄，真正要找头路嘛，真正是困难。这阮必须爱讲。啊，这个一直讲转来，咱拄啊一直咧强调的这个产业结构的问题啦，吼。啊，当然整个产业结构，就像刚刚我们教授讲的，它整个产业结构要被扭转，全部要甲改过来吼，真正要开真侪时间。毋过讲实在，咱所有的政府，达人的政府吼，大家拢咧做这，哦，
开这个科学园区，然后把这个科技业引进来，包含现在陈其迈市长一直在推的5G AIoT 的这个产业园区，其实这些科技业它就会成为产业的领头羊。那公家的科技业，咱的这个科学园区，他们开立成功之后，它吸引了科技的人才进来。其实它周边的这个服务业、服务业，还是其他的这个经济，是可以跟着一起带动起来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讲回来，它是需要时间。OK。所以在这个时间中间，我们这个过渡期，大家要安怎呢？我感觉讲大家一直讲爱把北漂请回来高雄。恭喜在这里产业转型成功之前，是不可能让他们回到高雄，因为就没有适合他们的工作嘛。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防范北漂。就是讲，咱爱对咱的大学生，咱的高中生开始先落手。像讲你拄仔有讲到的，咱的大学生高雄人去台北读大学了后毕业，伊就留伫遐就业。啥喏？因为伊熟悉迄个所在嘛，感觉遐的工课薪水较悬，毋过台北的消费嘛真悬呢，所以这其实是双向的啦。那如果说你是外地，你是外地来到高雄读大学。咱若会当透过政府的力量，互伊知影讲，你留伫高雄就业，其实咱有啥物款的产业，这种产业拄仔咱讲到的真济，这些传统的产业，它在高雄其实是相当强的。这个产业你伫台北是找无头路的哦，无这个厂商哦，伊的薪水佫无低，真济拢是3.5万起跳。你大学毕业了后，所以咱得爱互。这些大学生，这甚至是高中生，会当了解高雄这个产业到底是咧创啥货，互因先准备嘛。这我拄仔一直咧讲的，就是希望会当搭建这样子的一个平台。这个从短中期，我相信它可以得到一些这个就业的缓解。长期包含北漂要回来，当然就是我们的产业一定要转型了。是啦第一个就是头段，咱一直讲啊，熟悉产业其实高雄真济产业起薪拢袂歹比台北有可能2万字的可能要食一顿，也无法度调薪啦所以大家嘛是爱对高雄也有一寡这个信心伫咧继续要来去看讲高雄青年就业的大状况，佮有啥物问题，咱嘛做一个整理报道，先做回来看。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对顶半年开始，景气愈来愈歹，全台湾的头路拢无啥好找。高雄面对资本的失业率甲找头路的困境，不少大学生甲打出社会的少年家拢真烦恼。有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听说工作都蛮难找的。现在应该是没有。对，还是会担心，尤其是在艺文方面，因为我现在是就读美术系，那在艺文方面的这个工作机会，可能相较于其他产业是比较低的。如果是我会考虑外县市吧，对。怎么说？因为就高雄比较难找工作。根据统计，在2020年顶半年，高雄失业的人口计共33000多人，青年总失业率达到3.8%，比全国平均3.85%只差0.05%。其中15岁到24岁上严重，失业率达到13.9%，比全国平均11.35%也搁较悬，甲台北平悬是6都内底上悬。高雄的工作机会较少啊，因为产业少啊，尤其读科技的。一定是为上近的嘛爱台南，对无？台南园区也是新竹园区，甚至即马到南港，迄边园区比较有较侪工作机会。所以当然少年人是无愿意留伫高雄，因为因必须爱找出因的一片天，一定爱为中北部迄边可以找头路。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任内有成立北漂专业服务站。希望协助伫北部找头路的少年家，转去高雄找头路，也搁互质疑讲效果无好。在地议员是认为无论哪里，过去执政这么侪冬，青年就业的问题拢无解决，一直找不到那个产业转型。包括财政的负担、环境污染，然后年轻人就业，大家都看到问题，然后每次选举拿出来抱怨。可是都没有一个拿出解决方案。韩国瑜做市长的任内，专工设青年局，负责青年创业的代志。但期迈上任了后，青年局同款的运作。现任的局长张以礼是讲出目前高雄就业的困境。
我们其实有很多高新的产业，我们的传统产业、我们的造船产业、我们的这个钢铁或螺丝、螺帽等等这些产业，它其实都非常缺人才。所以我们希望高雄在地的年轻人可以了解我们在地的产业，在经过他们的熟悉，经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平台，让他们了解之后，我相信他们会愿意留在高雄就业。局长表示，青年局即马有提出增加就业、提升竞争力，甲建立中人平台3个对策。除了会提供就业体验，也有多元的就业管道，嘛会协助青年向中央争取经费，培养青年在国际上的软实力。记者综合报道。是啦，佮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吼，其实咱嘛有经历了一场道哈，就是讲吼，伫咧2019年，咱讲吼北漂青年返乡就业服务站来成立，是伫即个韩国瑜市长的即个时阵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其实真侪即个措施要来应对，就是即个单机牌市场了吼，有即个夜间市场的即个设立啊，也是讲吼即个夜经济即个专区等等啦吼。啊，其实毋那青年局、即个劳工局嘛有一寡即个政策吼，要来做一寡推广啦吼。啊，嘛是讲15岁至24岁，咱头一直讲吼，即个适合人口有较侪淡薄啦吼，啊有一寡即个青年就业奖励金，啊嘛是讲吼，即个长期甲即个短期内吼，拢要去做一寡即个甲中央政策即个配合。但是安尼吼，到底即个记者的即个过程有啥物较无方便的所在，还是讲爱个解决的即个困境咧？咱继续过来请教即个理事长吼，有佫看出即个高雄需要啥物无？我的想法甲看法吼，其实15岁到24岁，咱真个适合率足悬的即件代志。其实政府应该要去思考，是毋是应该要用遐济资源去看待即件代志。15岁到24岁，因通常拢是伫高中、高职、大学，甚至伊咧读研究所，因根本遮个人其实足济是已经咧读册的啊。啊，小部分无读册遐个人，较会敢拿摕了即个部分来计算因失业的部分，即个部分咱应该去思考，你应该是劳工局还是青年局，你应该安怎去服务因，协助因去继续新的技术，还是新的技术，还是因会当去做啥物工课，安尼得当来解决啦。可是重点，我是感觉高雄的重点是失业的过程。包括我家己本身读法律啦吼，虽然我甲我咧做民意代表的助理，过去做算是有相关。可以像局长也好，啊武丁也好，因过去读工业，因读设计，啊结果伫高雄找无工课，这个问题应该要去思考，是安怎高雄的产业无够多元，无行去互因找工课，这确是一个足大的问题。包括甲伫电视内底影片过程中，有看到有人咧读语文的。是啊，读语文的伫高雄找无工课，这确实问题。包括咱进中山大学的研究生，伊读社会科系，未来也是要做社工也好，伊也是要做相关的行业，是安怎高雄找无？这确实进高雄当着的问题。毋是讲我进个工业偌歹拄偌歹，毋对。工业是支持高雄继续行去的一个足重要的力量。咱就爱定基伫即个力量的顶悬去思考，咱应该互未来的高雄安怎搁较多元。可是咱看到即个高雄市政府所做的工课是安怎？伊做的是我搁要一个科学园区，我进还搁一个林武的园区，进当着的欠水欠电，未来当着上大的问题欠水。高雄的水来自高屏溪，高屏溪伫咱进枯水期的时阵拢无水，遮未来产业要安怎发展？当着你要起美浓的水库无？这个问题拢是未来社会会当着的，所以咱进高雄市的发展的方向变成我继续行过去的路，我继续走单一产业。我们为什么找不到多元的产业？而多元的产业在目前我们看到的，咱尽看得到多元的产业伫台北市、新北市、桃园，甚至新竹拢有安尼的发展，是啊高雄无法度。我感觉这是未来高雄市政府应该要去好好思考的。是啦吼，产业安怎搁较多元，可能是高雄市吼。自过去以来，可能都有这个问题，然后但是单机牌市场可能爱搁好好来思考讲吼，这个多元的这个产业安怎去发展吼，毋是干那讲吼，这个桥仔头科学园区啊，是讲这个人武科学园区，这个园区的这个设立，其实咱头拄嘛讲到吼，这个人文社会，也是讲其他的这个科技吼，拢真正是讲，我都要定睛伫高雄，但是相应的这个头路安怎搁较多元吼？其实武丁，你安怎看咧？我感觉有一个代志真重要吼，就是讲到底高雄的特色是啥物？因为高雄的特色是啥物，就会决定讲未来高雄会往啥物款迄个产业转型的方向去行嘛。所以我其实会感觉讲，
进前韩国瑜咧做市长，还是讲伊咧选市长的时阵，伊讲会拢会讲出一寡无了解高雄的代志，比如讲爱情摩天轮啊，还是讲迪士尼遮的代志。啊，伫教授咧做即个局长的时阵，我相信是真专业。啊，毋过教授嘛，共款有建议讲，即个进前的韩国瑜市长爱甲伊讲不要说大话。所以讲到转来，我嘛是共款爱来建议讲，即个进贤主席的期迈市长啊，就是他拄仔迄个社会科系的人有讲着嘛，到底社会科系还是讲设计系，还是讲艺术系，遮的人毕业了后，要安怎伫高雄来食头路？倒位有咱的产业？啊，毋过我会相信，我嘛伫遮要来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其实大家爱有信心。为虾米？因为进高雄县主席，咱有魏武营，啊，咱有即个流行音乐中心，咱嘛有一个展览馆。只是讲未来高雄市政府要安怎甲遮的物件，甲伊串联起来，啊，变做讲是真正有一个产业，啊，互咱遮设计系嘛好，啊，艺术系嘛好，也是讲即个社会科系的学生，会当真正入去遮硬体内底。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讲，咱高雄市政府刚有推出一个政策，是咧培养遮的人，未来会当变做是一个表演艺术，也是讲视觉艺术的一个大型的产业。咱只有安尼，咱才有法度来真正来解决讲，进少年呢，其实有真侪即个选项会当来选择嘛，毋是讲只有即个重工业啊，还是讲遮科学园区啊，咱其实嘛是有真侪，嘛是头拄教授讲到的即个高附加价值的服务业，其实这是我认为讲未来高雄会当往即个方向去行。有影啦吼，其实咱看到讲，即个2020年要过2021年即个新年的时阵，咱看到高雄100，嘛看到讲即个城市是介有活力的即个部分吼。其实即个多元，其实咱嘛讲吼，高雄应该真多元吼，自过去到即阵，但是有一寡即个特色即个方面，安怎搁去甲凸显？咱继续搁请教教授啦吼，安怎凸显咱即个部分咧？高雄市以前其实是一个伫政府的机关内，咱敢定位是一个重工业的城市啦。但是未来这10-20年内底，咱慢慢来转型，咱转工商港湾都会，就是讲商业各寡港口的一寡特色爱开出来，港口就会牵涉到物流、国际贸易哦，这部分的经营。啊，我一直强调哦，这作业其实是要有服务业来甲支持的。啊，你有好的这作业，我嘛要有好的服务业。所以我感觉第一点就是讲，头家观念要改变。哦，我顶下嘛一寡学生咧甲我讲啊。头家甲讲啊，一个月，伊讲是啊，你高雄市的薪水拢比别人低。伊讲啊，头家讲啊，咱2万8千内底，我现在付3万的啊。这个就是一个基本观念内底无共款。啊，所以我感觉第一个爱改变的就是讲，政府要哪用政策来引导这企业主爱改变伊的观念。其实就是讲，伊愿意来支持有未来有发展机会这少年人，能够伫迄个较高薪的工课内底，会使伫遮高雄来在地来食头路。啊，第二个就是讲吼，因为各位你要算所谓的这失业率来讲吼，咱有三个数字，一个是咱在地培养的人才走出去，再来就是讲外口的人要礼拜无，再来是本来去外口食头路的人要搁礼拜无，这三个人要哪甲吸引倒来？啊，吸引倒来就是讲你的工作的环境爱改变，尤其是薪资结构。但是我嘛各位来报告几个数字哦，其实咱高雄市伫108年。的薪水，大学生哦，大学生的平均薪水是32914块，比台中搁台南市较悬。搁来咱是那25岁到44岁，这个就业率伫今年去年的109年1到6月，其实是占那个总就业人数的比例是51.88%。其实咱是比台北市搁台南市较悬呢。而且咱那个1到6月是去年1到6月，咱的增加的幅度是还有增加0.3，是6都内底上悬的。所以有当就是讲。有当其实高雄市有咧改变，只是讲大家无感受到迄个速度。过来第二点就是安怎，咱的就业的资讯，很多人拢是都停留在以前叫主观印象，就是讲我主观内底讲，以前高雄市食头路就找无种好头路，其实一寡工作的资讯大家唔知影。你若有能够透过更有效的管道，互大家人来知影。啊，过来头家嘛愿意较用较悬的薪水，过来提供这工作机会。我相信有一寡人是会愿意住伫高雄。为什么愿意住伫高雄？高雄的生活成本其实是比别人较低。有咱相对的，有当你讲平平一个月你赚35000块，你伫台北市你要欠钱，你可能足困难。但是你高雄市要欠钱是较简单。光那个买厝的成本啦吼，买厝的费用你都袂啊。所以台北市你看到伊的数字哦，台北市这几档内底，伊的人口的外流的比例是拢走去新北市，走去桃园。啊，咱高雄市
较可惜的，就是讲为这个旧年后半年开始，你就发现到一寡人口外流的比例愈来愈悬。咱即摆已经破277万的人口，这嘛是一个警讯啦吼。所以我是希望讲，政府你也是在做政策的引导，对于这些所谓的服务业、中高端的服务业的迄个工作机会，怎么去汇集一个更有效的管道？让这个咱在下的这少年人知影，过来伫外地食头路人再知影，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机制。过来就是讲，我们要号召我们的企业主要有一个善尽企业社会责任这种观念，愿意将这在地人才、外口的人才，愿意甲请倒来咱高雄食头路。有影吼，就是这个就业的这个资讯到底吼。是安怎来去做一寡这个推广嘛是非常重要。另外就是讲吼，咱华语讲的这个冠老板这个心态爱豆豆来改变吼。另外，咱过来邀请到这个现场的乡亲好朋友做伙来去对话啦吼。咱这边有观众朋友无？咱请你徛起来吼，嘛会当报出你的这个名。是，迄个咱所有来宾，咱现场所有观众朋友大家好吼。我是一个高雄人，搁伫高雄读册的少年人，我叫做博翔啦。那大多有真侪这个。来宾包括咱的这个硕士我们同学，因为我是中山大学，讲到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大多有一个争论的点，就是讲到底是以产业去就人才，还是以人才去就产业？大多这个局长讲到，就是讲，因为咱高雄有真侪产业，所以为政府的这个关系来讲，肯定会想讲，咱到底要安怎甲人才请倒来高雄？但是这个问题到底讲，像我是读社会系，所以可能咱。就会伫高雄找无头路，所以就亲像大多吴京讲到的，咱可能就需要发展出新的产业来，互咱高雄的即个少年人，若是你愿意的，会当伫高雄，以及着咱其他包括讲咱高雄其他学校，所有社会人文科学的，即即个少年朋友会当伫高雄有一个好的头路。我认为其实是安尼，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咧，就是讲因为。比如讲，大多讲的服务业，但是服务业所有的就业机会，其实伫咧即马大多数是伫金融业才会有好的就业机会，所以这我认为拢是真侪结构性的问题。所以咱高雄市政，我认为其实有一个点会当互咱社会人文科学的人可以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就是我们用更多社会人文科学的人去了解，咱爱了解问题的根源，才会当得到好的解决的机会。我认为这其实是另外一个部分。咱社会人文科学现在在台湾是最难找工作的，咱爱安怎甲改变？其实这是一个我认为当提出的点。谢谢。是读这个社会人文，然后其实你看到真侪这个问题啦吼。继续搁请教这个伊利啦吼。头拄啊，咱嘛讲吼，以产业来就这个人才是人才去挖这个产业啦吼。讲来讲去，嘛有讲到咱讲吼，这个推广这个问题就业吼，要安怎甲这个资讯，互搁较济。少年朋友也好，也是讲吼，这个青年差不多到40岁、45岁这个部分吼，互因搁较一寡通盘的了解。其实头拄也嘛讲到，其实会当除了这个创业以外，也搁有真侪贷款的空间吼。其实这个少年朋友，你若是对人文社会有观察的，其实伊嘛会当家己去成立一个公司啦吼。这嘛是一个空间伫啦吼。继续请教伊利。是我嘛想要用我家己的例啦吼，甲大家分享啊。我就是学工业设计。毋过工业设计伫高雄较歹找头路，所以我一开始嘛是去伫台北。后来我诚做即个立委的助理。毋过工业设计我诚做立委的助理，人会想讲，哎呀，应该爱像咱理事长安尼是读法律的，你才有法度去做立委的助理嘛？毋是哦。其实伫政治内底吼，嘛是定定用得着设计。所以我是要用即个例吼来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其实你学啥物，甲你后来做啥物，迄没有一定的关联啦吼。但是你一定要发挥你所学的长才，应用在每个领域里面，就是斜杠，然后去发挥你的这个专长。我觉得这是年轻人自己本身可以去做学习转弯，然后整合自己的一个方式。另外，咱拄仔有讲到高雄的产业无够多元，我讲实在，这个部分吼，我感觉伊的解决的方式就是安尼啦。我拄仔有讲，咱先做科学园区。科学园区，它是一个高产值的园区，它可以让这个市民有高薪的机会。当你普遍的薪资拉高之后，其他的产业才有机会多元嘛。徛伫政府的角度吼，我无可能讲每一个产业拢投入真侪资金去甲培养去互做起来哦。要每一个产业咱伫高雄拢会当做甲全国第一，迄是无可能的。毋过咱的产业若无够多元，迄是啥喏？
就是一开始的机票耍头对，没有一个指标，然后也是因为我们的薪资成本结构不够高，大家的消费习惯，大概这赚的钱就无多，我就捡起来，我就无爱去消费。你无消费，其他的产业就袂得完呐。对，这产业就做不起来嘛。所以科学园区，或者是说我们的桥头啊，甚至是5G、AIoT 这样子的一个示范园区，它对高雄来讲都是相当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市政府力推的就是希望这些园区跟这些产业可以成为领头羊，再来带领其他的产业制造更多元的机会。给我们的市民朋友，是啦，一个指标的这个产业非常的这个重要。好，继续能够请教现场的乡亲好朋友有啥物问题不？这边的观众朋友有问题不？我现在是就读一所大学的政管系，那我们的教室在李教授他们的他们在6楼，我们在8楼。对，其实呢，在高雄，我本身就是高雄人，那我也在高雄长大。那其实呢，我们常常对高雄的印象都会是工业。那我觉得高雄呢，我们不能放弃的就是我们的那个港口，因为亚洲的深水港，高雄是唯一数1数2的天然的深水港。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市政府在这几十年的工业，在产业转型或者是在一些产业提升上，我觉得是忽略了这一部分的使用。所以高雄市在港口的这部分的管理，我觉得其实它如果认真的整理起来，我觉得是可以提供给更多青年一个发展的机会。对， OK， 港口的这个运用，你有想到不？就港口安怎去运用？你家己初步的这个印象？因为我们就仔细去想，在亚洲，台湾高雄是唯一一个深水港。那在其他地方，他们是人工的深水港。所以他们在发展条件上是没有比高雄来得好。那包括台湾，包括在高雄处于的这个位置，其实很适合成为一个经贸的，我觉得算是一个，对，我觉得算是可以成为一个物流的转换点这样子。有影，对，这个东澳观察非常的好啦吼，咱继续搁先请教教授啦吼，这个港口的这个运用吼，这个部分会当建议咱讲市政府安怎去运用无？其实这嘛是甲中央有这个关系啦吼。其实高雄港吼已经是世界第3大的这货柜港啊，即马这排名港啊剩15名啦吼。本来因为这个港口是交通部咧管的，毋是咱高雄市政府咧管的。高雄市政府像交通部的定位是叫做4港合作、建设合作，但是不是4港合一啦。因为这个港口毋是高雄市政府咧管的。所以港口里面所延伸出来在商业、物流、运筹、国际贸易、报关。还有很多相关的这个货柜运输业，还有很多复合运输的部分，其实就这部分我觉得基金会在做一个强化跟整合。当然，因今嘛这港口的定位嘛，在转型，就是讲从我们的运输港变成一个所谓的商务的部分，就是讲咱有发展游艇啦，港区里面相关的休闲行业也在去做推动。所以我这边是建议高雄市政府里面针对新兴的产业，其实要有一些政策上的引导。这新兴产业就是讲，可以让多元就业的空间能够变得更广泛啦。第二项就是讲，还是要重视我们的观光休闲的产业，因为观光业其实它那个创意价值是无限大当然就是讲咱这嘛观光的人口怎么去做提升包括我们外地来的，以后如果国外泡泡如果来了以后，我们高雄市的观光人口能够去增加，这可以带动很多，尤其是商业和商业内底的就业机会，跟很多创意的一个价值的体现。所以我觉得我们传统的制造业我感觉高雄市其实做的应该是很多的，不管咱的林木啦、桥仔头啦跟未来各有一个循环经济园区啦这个其实它的相关的工业制造业的比重应该是已经有达到一定的水准跟程度，但是怎么利用这种业来创造服务业的就业空间，这个部分是需要加温的，所以它就可以去延伸带出来新兴的这产业的就业机会。这样头拄主持人一直强调来讲，互咱这社会系啦、公共政策管理科学内底的就业的空间，才有更多选择的空间啦。有影啦其实甲这个伊利局长讲的差不多，咱讲这个有一个指标的这个产业传染其他这个服务业对咧着定这嘛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咱讲高雄的这个环境也阁真好，然后咱嘛有做一个整理报道，先带观众朋友做来看。劳动条件歹、就业机会少，是大多数的高雄人认为北漂青年普遍无愿意返去高雄主要的原因。返去高雄食头路，会使甲厝内底人大做伙，
佫会当省落来厝税钱。加上下港的物价甲开销，普遍比北部还佫较低。为虾米无法度成少年人转去高雄？中山大学社会系教授讲出重点。阮确实有发现一个现象啦，吼，就是讲，一方面是讲咱大学教育资源足侪其实是伫北部，所以咱的你爱去看讲，咱的学生囡仔其实咱中南部的学生囡仔，因可能伫个高中高职了，因就有可能有较侪机会去到台北。若要讲北漂的，其实是伫个大学生这个阶段啦，吼，其实是较侪学生无想要落来南部。实际上，来问高雄的民众，伫北部食头路的北漂青年，转去高雄的机会到底敢有悬？我大概知道差不多有5000跑不掉啊。我们这里的工作机会比较少啦，对啊，桃园因为有工业区，工作机会比较多。无论是韩国瑜时期，也是即摆的陈其迈做市长，高雄市的劳工局一直拢透过各种方式，在增加青年就业的机会，包括委托人力银行，也有各县市的就业服务站。也毋过效果拢无啥好。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是认为，自本就去北部读册，毕业了后留伫北部食头路，这是普遍的现象。毋过，伊嘛发现另外一个较特别的代志。少年是毋是会想要伫个家己的即个较倚近家己父母住的所在食头路？伫阮的观察上，毋是讲每一个人拢有遮大的期待，颠倒是咱讲中年的部分，因为可能进前去咧台北拍拼，囡仔也较大汉啊，教育的部分也过一个阶段，所以颠倒是中年，咱会看到讲因较侪人想要转来返乡服务。陈其迈上任了后，市府相关团队就在打造高科技走廊，甲传统产业升级两项拢有在做。嘛，伫桥头科学园区、仁武工业区，也有资本传统工业区拍拼在招商。也毋过，市议员吴益政是认为讲，应该爱专利扶持中小企业，安那打造另外一个高雄版的新的科学园区，才是重点。主科学那起来是工研院，工研院就是甲大学政府请嘛，甲这业生来遮互伊研发甲厂商合作。厂商感觉即个产品袂歹，会使甲工研院买，也会使甲这人才请去。安尼变这研发的钱，因无法度做成政府来做。甲人才互社会。无论如何，高雄一直拢在创造就业机会。高雄的朝野甚至中央嘛拢仰望高雄的少年家，会当真紧投入高雄的就业市场，互去高雄设厂设总部的企业会当赶紧找到人才。记者综合报道。虽然看到吼，其实高雄这就业机会嘛是真侪啦。头拄仔咱讲吼，这个推广的这个部分安怎来去吼，更较大力甲塞一个吼。其实咱嘛看到讲高雄劳工局吼，自2020年这个1月到11月吼，这个定在这个活动吼，实在有够侪啦吼。另外这个咱讲劳工局吼，伫咧台积电也好啦，日月光吼，即这个企业其实嘛有做一寡这个进行。另外咱头拄嘛讲到这个仁武这个产业园区啦吼，其实咱讲吼，这个就业机会嘛是非常侪。头拄咱一直讲吼，这个指标产业也是讲吼较领先的这部分吼，爱来去塞出来。咱讲其他的产业才会当对着阵安尼冲起啦吼。其实咱头拄啊，其实这个理事长讲到一个重点，讲吼毋那干那是咧多元的这个部分，咱讲吼真正这个咱讲多元的这个部分爱塞出来，但是这个相应的这个物件，拢搁爱去对着阵吼。佮有啥物建议互这个高雄市府无？感谢主持人吼。其实我遮一件代志要讲啦吼。高雄境内硬体建设其实已经是算是真完整啊吼，包括吴丁凯讲的，咱有高雄展览馆啊，然后包含我们这边的巨蛋啊等等。其实咱已经有真侪硬体啊，包括咱的维母囝，因为我家己本身我的太太是艺文工作者吼，所以其实咱看到的是，要安怎互这个产业会当可持续的发展。多元的产业毋是单多元尔，你爱互这个产业活落去，伊较有机会会当创造就业的机会，互咱遮的少年人。咱少年囡仔要来找头路的时阵，伊也找无产业的时阵，伊只好出去外口出去外地找。第二一个问题哦，毋是我的想法是，其实咱高雄市也阁有真侪资源会当做哦。譬如讲，咱进伫遮现主是咧讨论的，拢讨论伫原高雄市为主。可是高雄县的也是真侪资源会当使用的。咱正看到是，即个时间点可能美浓正拢塞车，可是田寮可能无塞车，永安可能无塞车，
是安怎高雄县有遮侪农业资源，伊会当作为观光使用的时阵，对一级的产业变成3级的产业，这应该会当更加有愈侪的思考会当去做，甲原高雄县的资源吸引过来。我们去做一个我们去做一个合作的过程，原高雄市跟高雄县做一个合作的过程。其实咱会当把外关市，譬如讲咱咧讲譬如讲田寮遮好啊，田寮遮咱可能我台南县的山区较近，你会当甲吸过来这边，形成一个观光的产业，这个链带其实就可以做了。那包括咱看到的大树啊、佛光山啊等等。等等，这些所在其实拢会当甲，整合起来啦吼。所以包括咱高雄市府主要看到的，拢是伫港区。咱除了港区以外，高雄县也是原高雄县也是真侪资源当去做的。我感觉，而且第二个建议吼，高雄市政府应该要去思考，我要安怎扶持这中小企业会当活落去，因为。按照比例啦，吼，创业的机会会成功的无超过10%啦，90%全部了钱了的吼，就去打工吼，可能去找副片打迄个行销啦吼。所以这是应该咱去思考的。高雄市政府你要扮演，例如说工研院的天使基金的角色，你怎么去扮演这样的角色，让大家在创业过程里面是没有负担的吼。有影啦吼，非常感谢啦吼。其实咱讲吼，高雄市、高雄县、原县区遮吼，这个发展嘛要好好对起来吼。啊，其实咱搁请教这个吴丁啦吼，你是住凤山吼，凤山这地嘛是有真侪这个开发的这个资源吼，规个县区过去的这个县区，还佫有啥物款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所在无？其实我会感觉讲吼，大家头拄仔咧讨论的是讲高雄市甲高雄过去的高雄县要安怎互伊的资源会当较平均俗寡。啊，毋过我另外提出一个另外的观点，嘛是回应到咱同学头拄仔咧讲到的即个港口的部分，因为咱进港口现主是咱是有货柜码头嘛，无毋对。啊，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是亚洲新湾区当咧迄落起来的时阵，就有我遮所知影的，我知影讲伫今年到明年的时阵，中央伊其实有一个。即个规划，伊是咧做跳岛邮轮的部分。啊，跳岛邮轮的部分，伊遮就会当去引着外县市的人来到高雄来做消费。啊，你才有法度甲经济为别县市留入来高雄嘛。所以这是其中的一点。啊，第二点是讲进高雄港其实有咧起一个客运中心。啊，这嘛是共款。未来咱会面对着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就是正现主是中央的这个法规，也是讲伫地方的自治条例的法规内底，敢有对咱这个海上的娱乐有去做法规的松绑，也是讲配套措施。因为我会感觉讲，头拄仔大家拢咧讲，领头产业，啊，毋过咱现主是咱少年的朋友，就是啊，咱就需要有真侪多元的产业来，互咱会当伫遮食头路，啊，伫遮这个大学毕业了会当留伫遮嘛，所以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我嘛是爱互即个咱的即个青年局长一个建议，就是讲，因为正现主是咱政府大部分拢是咱有一个政策，啊，咱放伫网络顶悬，也是讲咱用较被动的方式，互大家知影讲，咱有即个政策。啊，我会感觉讲青年局会当做的代志是，你比校友会，啊，你比学生会，也是讲伫用网络一寡迄个方式去甲下生囡仔讲，咱进高雄有啥物款的产业哦，啊，大家会当对起来。啊，佫有另外一个部分嘛是共款，爱请咱的局长会当提转伊迄个市政府对转达一个，就是咱无一定需要拢用政府的资金来做咱产业的转型，也是讲来扶持咱的产业。咱会当做的代志是，咱甲遮的资金，比如讲有一寡即个大企业，有一寡厂商，伊有可能对遮的投资是有兴趣的，用安尼的方式甲伊媒合起来，才袂讲大家拢会感觉讲，啊，你政府投遐侪钱，你买一个产业啊。大家拢唔知影讲，你这个产业到底会起来无？是，对，所以民间的力量非常重要啦。对，所以我会感觉讲，这是咱高雄市政府正现主席会当来做的代志。有影，头拄这个吴丁嘛讲到吼，港口运用吼，这个休闲观光的这个部分吼，这个游艇这个部分会当继续来去做啦吼。上尾一波，咱搁继续邀请咱的现场的乡亲好朋友吼，有啥物人要过来建议无？咱这边的观众朋友，其实高雄的产业已经足完整啊，高雄已经是有够好一个城市啦。伊是一个慢活的城市，它产业非常健全，有海、有天、有陆，陆海空它都有。我甲你讲哦，你一天会当坐到船，
一天会钓坐着无人机，一天会钓坐着飞车，陆海空你都可以享受得到。我不管你去哪里念大学，我台南出生，我迪化街长大，我回来高雄，2015年，我1996年回上海开夜总会，到2015年我回台湾照顾我爸爸妈妈，我5年7个月都活在高雄，我从讨厌到深爱。到爱到不行，是，所以高雄嘛是有改变啊。到爱到，我跟你讲哦，我很喜欢，我是钢铁韩粉哦，我是忠贞宪兵，我是少尉排长，是，但是我讨厌法律人，法律治国在台湾，从第一任的陈水扁2000年到第2任的马英九8年，到现在的蔡英文还是8年。OK， 好，感谢这位来宾啦吼。那么佫邀请咱上尾一波的这个观众朋友来这边，咱头拄有发言过。我安尼听落来，其实我感觉咱高雄其实嘛是也袂歹嘛。毋过我其实较同意讲拄则有顶讲到迄多元，佫有迄理事长嘿讲到多元的观点。我先讲吼啊，我家己考研究所的时阵，我有考到台北的研究所嘛，有考到高雄的研究所。毋过因为我感觉台北的生活压力真正较大，所以我选择来咱高雄。这是我感觉高雄嘛是有吸引人的所在。毋过针对多元这个观点，我就是来了后就开始想讲，我有想要伫遮留落来，我就开始观察，其实有足侪物件确实甲足侪人印象中的观点是共款，譬如讲，就是空气污染较严重。也是讲咱的这社会的人的思考的方式可能会较传统等等啊，所以我在想吼，就是这个多元啊，敢有可能是讲会当来去做一个较创新的，会当去转型的这个过程，因为。若是讲我想要留落来结婚生囝住伫遮，我就是会考虑讲，遮有啥物艺文活动会当去参加无？遮的环境有适合我的囡仔伫遮大汉无？我是想讲，我是同意讲，阮爱有一个领头羊的产业，毋过遮领头羊的产业，敢会当就是譬如讲，甲设计有一寡甲无共款多元的商业啊、设计啊、小结合嘿，去做一个甚至是迄环境环保这部分会当去做一个结合的转型啊，毋是干那单一的产业的转型，这是我想的想法。有影啦吼，高雄要真济好的这个未来甲前景啦吼，今日嘛非常感谢咱所有来宾吼，甲所有这个观众好朋友啦吼，继续来支持公司台的台湾新闻界，今日非常感谢，节目到这嘛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多谢。